叔叔啊，您练这个有用吗？没用，练它干啥呀？行，那我教你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来，往后退，退，站好了，退，往这个啊，身体往前，夸，往前啊，对，走，来，对，往前，对，往前，来，再往后走，往前，爱宝还没起床呢。爱宝去学校了，他舞蹈社有事儿，晚上自己回来。你跟爱宝认识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孩子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爱他什么呀？其实就是感觉挺好的，挺聊得来的。聊得来就躺在一块儿了。你们就打算一直在我这待下去？这个，爱宝说了算，我听他的。孩子，别玩了，换衣服，快点。